欢迎收看台视外大条，我是杨淑晴。台湾我伫地震台有特别的地质产人员，即阵有动画公司甲地质教授甲台文老师等人合作伙出版一套台语文有声红仔册，小解科学、地质、能源等等的相关技术。用红仔做主角，在太空船冒险，带大家熟悉太空、地球、地质等等的知识。这是一本市面顶罕得见的台文科学普及教育的红仔册。那比如说盾状火山、盾状灰刷，板块运动、板块运动，听起来哇，原来其实我可以念这么顺，也是因为经过这次录音之后，我才学到这个部分。不然原来我们拢会讲台语，但是这边怎讲，我都唔知影。太空母船出发，突破大气圈，准备降落翻译车。除了图文的呈现，嘛有声版本，互看的人通用听的对着故事来看，搁较通学一寡科学相关的台文讲法、台文历史。动画公司表示，其实原型是对公司理小节目《向心人》甲《地球人》，搁有野集延伸出来的台文册，目前出到第2季。第1季我们主要讲到地质方面的科普，第2季之后我们就牵扯到更多了，就是比如说现在全球讨论最高的就是能源，那我们就举到再生能源跟环保议题。动画公司表示，台湾就伫地震台，这套册上主要是要予囡仔来了解家己的母土有啥物特质，嘛予因通学到相关领域的专有名词甲外来词。记者伫文学海张玉水台北采访报道。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天文知识 ，NASA 美国航太总署为1995年创一个网站，叫“逐日100天文图”，逐日拢会带一张天文相片加小解文字，互人参考。2年前，台湾有学者家己写批互 NASA， 讲自愿用台文翻写的天文图小解词，佮加录做 Podcast， 望母语会当结合天文小解天气宇宙的奥妙。Touchdown confirmed. Perseverance safely on the surface of Mars, ready to begin seeking the sands of past life. 2021年2月中，美国航太总署成功甲这粒号做毅力号的火星探测器送去火星，佮翕到正珍贵的影像。这相片唔那看伫咧 NASA 逐日100天文图的网站顶时，即马台湾嘛得到 NASA 的批准，有全台文的翻译。我差不多是12月底的时阵写批互因，因差不多正式互我的网站，放伫因的 language list 内底是1月19迄天。螺旋是啥物件？我就开始找螺旋。光雷，伊甲我讲光雷，所以我就讲好安尼 spiral galaxy， 我甲换做光雷啊星系。华语讲的螺旋星系、光雷啊星系、螺旋手臂、光雷啊手骨、老鹰星云、马丘星魂，也有蓝调对星、那是龙星。蔡安利博士爱天文嘛爱武技，对2020年年底开始翻天文图到今，已经翻超过60篇。逐日都咧想讲，安怎甲天文的专有名词翻甲袂有精差，佮挖紧伊的原文。伊在做这个代志是非常谨慎，非常专业，大家会当普遍去了解讲，这其实就安尼。另外一方面，带咱的青少年会当去开始去关注台语的重要性，去学习台语。用台语来学天文，还是讲用天文来学台语，其实拢会使学到新的物件。我感觉讲，甲这2项物件夹起来做拄啊好，我2个愿望我拢会使达成安尼，所以我是感觉即马做甲真欢喜安尼。逐工100天文图。蔡安利老师嘛邀请朋友用台语小解天文图，加录伫咧 Podcast 内底。NASA 逐日100天文图的网站，即马已经翻做20多种的语言，也拿台语嘛包括在内。蔡安利讲，未来会继续靠这个思维，望母语和天气结合，永远留存。记者阿明真、曾派文台北屯园报道。除了有声册、网络资源以外，嘉义市的南潭国小也真注重台语加天文教育。最近因也成立台语社团，透过动手体验、哪算哪学的方式，甲一寡生活中会用到的假使加科学原理，用台语教予囡仔了解。
老师这一日要教大家制作弹公仔车，学生按照指示用厝内底唔甜的物件一步一步来完成。老师另外阁有传一寡假诗，要互学生伫制作的过程内底，顺续用台语来了解常用到的生活用语甲科学原理。咱用讲推啊，因为讲推啊、讲钉啊，咱会甲囡仔讲是安怎伊会使讲。咱举例是先会使讲，因为有一个桥啊原理吼，就是咱国语的干港原理。刚才有做弹公仔车，然后我们用的科学原理是用橡皮筋把那个罐子把它摩擦的旋转。嘉义市的南潭国小为了要互学生学着课本以外的台语，伫学校内底成立台语社团，上课内容趣味活动，学生会当哪算哪学，嘛增加囡仔学台语的意愿。刚刚做弹公仔车，我有摕落来吧，我有摕讲，我有摕讲对啊。啊，你感觉好耍无？好耍。有请咱老师来规划即个台语闽南语的社团，互囡仔有一寡操作，啊，阁有一寡无共款的讲法的学习。因会使哪耍，阮会使来佚佗，会使来做一寡佚佗物啊，完全无压力的情况之下来去学台语。学校老师表示，虽然利用社团的方式来教课本以外的台语，但是也是有一寡专有的名词会拄着台语表达的问题。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来重视，互台语教育的推广会当愈来愈完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初二点的时阵，拢甲我讲新生的台语是读做行星嘛，但是问题就是恒星的台语嘛是读做行星嘛。啊，你若讲你家字写出来，可能大家知影你咧讲啥，但是你若是咧讲话的时阵，大家都毋知讲你到底即摆是咧讲倒一念吼。所以我迄阵想足久啊，其实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欢迎登来代志挂大条。台语除了会当伫日常生活中讲，也会当讲天讲地，讨论像天文这款专业的代志。今仔日来宾是中央大学天文研究所的蔡安丽博士来分享伊的经验。博士欢迎。大家好，事情好。博士，咱知影讲啊，你甲美国 NASA 即个航太总署的天文图，也有伊的小概述，翻译做台文，而且佮录 Podcast 念互大家听。这是伫台语的即个语序较罕你看到的领域。当初哪会想要安怎做？其实应该是讲，其实我本身嘛是真关心台语即个语言啦。但是我咧学台语的时阵，就是有看到讲，大部分我看到的资料拢是文学的物件较侪。啊，我咧读的一寡文章嘛，拢是即方面的较侪。但是因为我本身毋是学即个嘛吼，啊，我对文学对我来讲，其实是伤困难。所以，譬如讲，我咧想讲要找一寡其他方面的资料时阵，其实我就看找无嘛。我迄阵就想讲是安怎，咱无别个方面的资料。啊，哪学就是感觉讲，这是一个原因啦。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讲，因为迄阵我咧想讲台语，若是咱有想要保存即个语言时阵，其实你袂使讲干那甲焦点放伫文学嘛。其实应该是全方面的，就是不管是科学，还是讲工程、文学，还是其他的，其实拢应该爱有台语，就是咱应该台语拢爱有各方面的资料才对。所以我看讲，其实科学这方面其实无人咧做，啊，我就是家己看看讲，因为拢找无啊，无我家己来写。对天文这部分，佫是你的专业的。嘿，啊，其实因为你若是叫我自头开始写，安尼可能我无法度。但是我看到就是，其实就是因为 NASA 这边因有。即个就是逐工因出100度嘛，啊，伊其实迄文章嘛无介长，就差不多英文字差不多200字左右吼。啊，我想讲哦，好安尼，无我来试看觅，因为我知影讲就是，其实即个物件以前伫成功大学教授遐因有人咧做，啊，因为我看讲，我就去小可查一下，我看讲，哇，伊做20外档，伊翻做华语安尼。啊，我就想讲，哇，伊会使翻20外档，安尼即件代志应该袂介困难。我就想讲，哦好，无我来试看觅翻做台语，结果翻2篇了，我感觉啊，实在是有够困难，有想要放弃。啊，但是我想讲啊，袂使安尼，若是无逼家己做即件代志，其实可能做2工我就做袂落去啊。为着要互即件代志继续做落去，我就想讲安尼爱
正式来正式来，就爱正式做正件代志，安尼我才有法度继续嘛。所以我就迄阵我就写批互 NASA 的，应该讲，因为即个计划是 NASA 有，因为 NASA 下底有足侪科普的网站，这是其中一个安尼吼。啊，我就想讲好，无我甲因遐负责即个网站的人联络。啊，我讲我有兴趣甲翻做台语安尼。啊，毋知你会使互我做即件代志无？啊，我甲我进前翻过迄2篇互因看，看讲我即摆翻出来是安尼。啊，我嘛甲因解说讲，因为我翻的物件会较侪，就是除了翻做汉罗，就是有汉字罗马尼吼。啊，我汉罗翻了，我嘛会甲拼音就拢翻出来。但是当初咱甲即个 NASA 咧制作的时阵啊，咱甲讲咱是台湾的人要做翻译，伊敢会小可三无三有讲，咱台湾其实有人咧做翻译啊，伊敢有即个疑问。其实这无问题呢，因为我去看，因为伊迄个 language list 内底，其实譬如讲咱举例讲西班牙吼，伊西班牙伊就有2个语言，一个是 Spanish， 啊一个是加达兰。加达兰咱知影就是讲，伊即个国伊讲即个所在因。进前毋是一直想讲，因要公道，讲因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嘛，所以因迄区的人就会感觉讲，因有家己的语言，吼，所以因嘛家己有翻一个加达兰的语言伫遐，所以我要甲讲，我要做的时阵，其实因是足欢迎，所以我是感觉讲，若是未来，譬如讲客语也是原住民语，想要翻，我是感觉因嘛是足欢迎，嘛是 OK。但按你朴素你头前有讲到，咱伫网络顶悬啊，台文的书写你是3种拢甲藏起哩的。对，我是3种拢藏，因为我想讲，我希望讲大家会使做伙来学台语字嘛，但是因为即2个系统拢有人咧用，啊，我若是敢若写其中一款，啊，另外一个人伊可能伊就讲，我即个我较无熟啊，吼，啊，伊可能对伊来讲，伊咧学习的时阵，就变做较困难，所以我想讲，好啦，规气拢写咧，所以我就拢甲藏起哩安尼。所以当初你家己咧学台语的迄个机会是当时去接触到咱来学台语的文字。其实，若是讲学台语即件代志，其实我是足早，可能15当进前。先讲。应该说无，因为我迄阵抑阁足少年的时阵，我迄阵是有去三重埔，迄有一个应该是讲，迄是有一个老师咧教台语，但是伊迄阵咧教是用迄个15音。你家己本身是母语台语嘛？对，阮厝会讲，但是就是敢若日常生活即款对话尔。啊，你若较困难的物件，我都袂晓。就是比如讲，你今仔日应该讲我生活中会拄着的代志，我会晓讲。啊，你若突然间要叫我讲一个我毋捌看过的，你问我台语，迄我都袂晓。嘿。因为即个人嘛，有咧讨论讲啊，台语的文字，敢有需要文字会晓讲就好。但是朴素你家己是自发性咱来学这，对你来讲，这文字的书写伊的重要性是啥物？其实咱会使想讲，文字即个物件，咱若今仔莫讲台语，咱来讲，英语也是讲西班牙语，也是讲日语吼。啊，你若问因遐人问讲，日语无重要，日语文字无重要，敢若会晓讲就好。啊，你看因的反应是啥嘛？我相信因嘛无赞成即款的讲法啦。所以就是讲，台语其实咱到底是甲伊当做一个啥物？咱甲伊当做是啥物地位的语言？吼，若是讲，譬如讲，咱即马是感觉讲，伫台湾应该是所有的语言拢是平等的嘛，吼。啊，若是安尼，应该是伊的地位啊，甲华语共款。啊，你若华语有通写成，台语袂使写，就这就无合理嘛，嘿。尤其咱嘛是正因为有这个文字，所以朴素有法度甲咱这个天文的知识翻译做这个台文伫网络顶，互佫较侪人知影。所以像咱要甲这种较专业的这个科学知识的物件翻译做，你讲科普，大家会使较容易去理解的物件。这个转译的过程啊，较困难的是啥物？因为你头前讲你写2篇，就感觉头足痛，拄着啥物款的难题？因为无共阶段，其实困难的所在是无共吼。就开始上困难应该是讲。我要安怎甲一句话？应该讲，我平常是开讲的，我开讲咧讲的台语，甲文章咧写的台语其实是无共。吼，啊，进前我咧就是咧认真学台语的时阵，遐写出来的物件又搁深嘛，迄就是文学的句型嘛。但是这文学物件，你要放伫科学，就感觉搁无啥下。
所以讲科学咧，解说一个物件的时阵，你就爱用一般人较听有的语词来解说安尼。譬如讲，咱咧学台语的时阵，定爱学一寡日客话啊，还是讲一寡我定看一寡节目，就是因为伊会讲一寡真足深的台语，但是即个对我来讲，要用伊来解说科学物件，可能就较无遐尔合，因为迄可能背后的物件较无共，所以我想一个方式会使一般人听有，但是佫毋是咧开讲的方式，但是嘛毋是像文学遐尔困难的讲法，所以就是爱巧啦。因为刚一开始嘛是我巧足久的讲，到底即句话我安怎讲才袂敢若像咧开讲吼啊，但是一般人嘛会使理解，所以这是开始较困难的部分。因为像天文啊、宇宙，即个知识对做人来讲，其实是即神秘的所在。咱嘛请朴叔，你即马甲咱分享讲咱翻译的一寡台语名词是啥物，好无？好，自开始咧翻的时阵，我第一个拄着的问题就是行星甲恒星的问题嘛。吼，即两个单语发音连起来共款。对，因为我迄阵找字典的时阵，拢甲我讲行星的台语是读做行星嘛，但是问题就是恒星的台语嘛是读做行星嘛。啊，你若讲你家字写出来，可能大家知影你咧讲啥，但是你若是咧讲话的时阵，大家都毋知讲你到底即摆是咧讲倒一念吼。所以我迄阵想足久啊，其实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因为星即个字伫台语你会使读做行，行你嘛会使读做行嘛。我就想讲啊，好无我甲改做行星。行其实嘛是照伊即粒星的即个特性落去翻的，大家佫会使了解。啊，过来就是降落伞吼，即个嘛是迄阵其实我翻的时阵，我就直接甲翻做降落伞安尼。但是写出来了后，其实伫网站都是有人甲我留话讲，六甲送安尼。啊，我就想讲，这是啥物款的新的词吼？我就去问阮老爸，我问阮老爸讲，爸爸迄个降落伞台语要安怎讲？伊就讲六甲送啊。对伊来讲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但是我因为以前无甲伊讲过，所以我其实根本就毋知即个物件，所以我就发现讲啊，原来就是有足侪词，原本就有，本来就有，但后来真通咧讲，啊，但是有诶词是毋捌出现，所以需要咱搁来讨论的。对，所以即个嘛是迄阵应该讲有翻的时阵，我才知影讲即个台语要安怎。你敢有互你伤脑筋上久的一个语词？有，譬如讲有一个差不多2礼拜才想出来。无，这袂使想2礼拜，一工就想做啊，因为这逐工拢爱翻，所以你若今仔日无想出来，就头疼嘿。若是真正想袂出来，就是换一个方式来解说。因为有当时啊，就是天文一寡专业名词嘛，无一定华语有翻，有当时也是安尼嘿。所以即个时阵就是可能无一定爱甲就是无一定爱甲每一个词拢翻出来，但是迄意思爱为伊原本的意思落去了解，咱来讲出来，互大家知影这是啥物物件。因为譬如讲，我记一个咧，譬如讲即个物件，伊英语的是讲 swiftling corona structure 嘛，啊，伊的意思就是讲即个形体吼，伊有安尼溜溜秋秋嘛，对无？啊，但是你这其实华语嘛，翻无啥会出来。啊，迄阵想足久的，即个后来我就感觉讲啊，因为即个看起来敢若头毛长长，所以我就甲翻做就是长毛一面结构，就是落尾我是翻做安尼。吼，这就是你可能无法度直接找一个对应的词，但是可能就是你家己的意思翻出来，啊，这嘛是一个方式安尼。无一定是爱照字翻，有当时是照意思来看。嘿，对，这就是一个方式。所以像咱咧翻译遮的意思的时阵啊，敢有人会甲你讨论，还是讲有一寡指教咧？啊，这个就是足困难的所在，因为其实我是足希望有人会使甲我讨论，但是目前都是。无，应该讲台语的部分，可能我阁有法度找一寡老师，还是讲我的朋友，还是讲老爸老母会使问因吼。啊，但是若是科学名词，迄都爱家己想，想出来。有当时因为可能有当时我较进前想的是一个词，但是可能后尾阁翻着共款的词的时阵，我感觉讲啊，以前翻的迄个敢若无啥合。所以我会甲改，所以有当时也会出现即款现象对，但因为就是无人甲我讨论啦。嘿，我是希望大家若是有意见，欢迎。对，就是尽量伫迄个
面册也是倒位嘿老话安尼。甲我有较侪讨论，咱即个语言也是即个冷气的讲法，都有较侪可能安尼。就大家互我建议安尼，我若是我才知影讲哦，安尼我犯这个无适当啦，因为我的台语毋是，就是我的台语可能就是 OK 吼会使，但是你讲要甲一寡就是老师恁来台语老师恁比起来，可能我要阁有足侪爱甲因请教的物件。就是大家可能转的物件无共款，若是讲习惯用的语序无共款，然后较侪讨论，无伫卡咱的讲法就有搁较多元。但是咱伫 Podcast 内底其实嘛不定是邀请一寡来宾来做伙讨论遮个语序嘛，像遮个即个新的话题讨论，敢有法度拍开咱台语的讲文站？这个问题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对，因为阮当初是要做即个。应该讲，阮 Podcast 有2款嘛，一个是逐工读互大家听吼，啊，这阮目前是请阿坤林正坤先生请伊来教阮读吼，啊，阮即马是请伊来教阮读较侪啦吼，啊，嘛是有找一寡其他的朋友，就是若是有兴趣，大家嘛会使做伙来读，啊，这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讲。大家若是真正来试看卖、试读看卖，啊，你可能就会对你读过的文章较有兴趣。所以，阮迄阵就是因为安尼关系，阮就有想讲来找一寡无共领域的朋友来读。所以，有请过乐团的主唱啊，吼，还是阮有请过林伟嘛，吼，啊，就最近，这是请阮的做音乐的这位。等等，阮请伊来讲安尼嘿，啊，就是希望讲，因为对无共领域的人来讲，可能对伊来讲，伊是感觉讲，这足趣味的，所以因开始读的时阵，因会去读迄个文章，啊，就会想要知影讲，即个文章内底是咧讲啥，啊，所以我就会使甲因解说讲，啊，伊这背后的天文知识是啥物，所以我是感觉讲，这拄啊好，就是双向的啦，就是讲一方面。我会使鼓励大家来读台语，啊，一方面就是甲大家讲一寡天文的知识安尼。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学天文嘛，做伙学台语。咱讲台语这个语言啊，即阵哦，爱赶紧甲伊讲转来以外，其实也阁有真侪新的语序的讨论，阁有探索。伫讨论过程中，咱嘛有法度发觉这个语言有偌新鲜。今日非常感谢咱蔡安丽博士的分享。多谢主持人，多谢各位观众。以上就是这礼拜代志偌大条，咱后礼拜再会。是不是就整个搭下去了？对不对？好，我们接着放开，它是不是又张开了？咱即马台湾的布袋戏团嘛是相共，大家团拢分一两个，所以若是要做大型演出的时阵，拢爱去别团去调。上欢喜就是全国所有老中少拢联合在一起，叫一寡新观众出来。